高雄市民生病院测试发生医生甲病人开刀却开唔着人的含膏袋，而且这护理师、医生拢无确认哦，一直到开刀开煞，护理师去送药才发现。目前这卫生局已经先发50万，开刀的医生也期待过医生听解，也那院长严家琪也互换掉。 因为家伙也问题住院，结果煞开一个唔免开刀。高雄市立民生病院测试发生开唔着刀的事件，消息一个出来，互各界拢真惊吓。是发生在交接班的时候，那主治医师打电话给护理站的护理师，他要求要赶快送到开刀房。那事实上应该是由开刀房的护理师打电话给护理站的护理师，因为这两个个案是在一个是左边，一个右边，同一个病房。同一个病房，那病历是对的，但是病人是推错。 互人开唔着刀，姓黄的查甫人甲姓张的查甫人住同一间病房。测试迄天，姓张的查甫人要进行胸部引流手术，结果工友协助送人时阵，甲姓黄的查甫人塞入手术室，而且护理师、麻醉医师等人拢无发现，一直到护理师要互伊药的时阵，才发现人无去啊。毋过手术已经做煞。 根据了解，这个互人开唔着刀姓黄的患者，平常时也是住伫护理之家，担心无事实，目前转入去普通病房，身体状况稳定。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处理启动调查，本人对此事件表达深切的检讨及歉意。 主治医师无照标准流程进行，演变成这个事件。院方嘛坦白承认疏失会失礼，嘛强调会追究责任。那是院长严家琪完了后，卫生局免除管理职务。即日起，由市立医院管理中心执行长林蒙乔医师代理院长处民生医院最高50万元罚款。院方已召开人审会，就责5名相关的人员均记过处分。 已经请医策会组一个专家小组下去调查，也会把这个报告事实公布给大众。卫生部处长王必胜说明，已经请医策会成立专家小组调查，听候查清楚事件了后，再对外报告。伫病院要开刀进前，为病房到开刀房会经过整个该确认姓名这资讯，还佫核对手铐啊。 那手圈上面，大部分现在医院都有资讯化，所以会扫 QR code。护理人员的部分呢，也会去跟病人去做一个核对。 那做病患无法度家己回答，佮无加设陪伴，院方原来核对手铐啊，也甲有相片的证件，会经过真侪该确认，才会当保障病患的身份，嘛减少后续医疗纠纷事件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